乡亲时代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目前全世界拢还未找到伊的源头。主流的科学观点是认为讲，可能甲密保有关系，因为像伊波拉、像 MERS、像 SARS 这病毒，都是拢来自密保。但是其实，密保是所有陆地生态系当中一个真重要的角色。因会食蠓虫、害虫，一来提悬着农作物的产量，二来会当减少人类使用化学的杀虫剂，而且来降低人畜之间疾病传染。另外，这个密保阁会当帮忙食物来授粉，和地球上真侪食物生产后代为人类提供着蔬果食物。密保上界特别的，就是因会当无症状，甲身躯顶几啊种的病毒和平共存，袂输是百毒不侵共款。台湾密保的种类有37种，遮尔啊侪哦。华视新闻团队深入到密保的栖息地，咱做伙来熟悉密保这种神秘的生物。有民众认为蝙蝠是新冠病毒带源，动手破坏蝙蝠栖息地。被视为头号嫌疑犯，不少人闻符色变。台湾监测到冠状病毒跟 SARS、MERS 的亲缘关系都非常远，当然跟 COVID-19 也是亲缘关系是比较远。病毒之王蝙蝠被误会了吗？关于陈少人群规大片真块树林甲鼻仔，这是嘉义县东少的牛果湿地。都由林的丰富生态资源变成真济过冬鸟甲留鸟的漂洋港，嘛是密保的秘密天堂。有的人讲会看病愈会惊，我袂惊，我看愈古锥。伊造型啊，感觉足古锥足水安尼啦。因为伊色的关系嘛。伊色水足水的。66岁丁进冠是附近社区港口村的村长，嘛是牛果湿地生态导览员，对伊脚步我要找住伫树仔顶的密保。伊拢会喜欢栖息在那个腐龟的干叶、大叶啊、枯叶遐吼，像这种敢若无，遐无吼。来看这种看卖。哦，遐有，这干叶比较多的地方，伊就会喜欢栖息。你看。咖啡色黄滚滚的身躯，塔做伙挂伫大叶仔顶面，就秘书是规罐的果实同款。伊就是伫台湾真接看到的高头蝠，点点啊挂伫树仔顶休困的时，民众用目睭就使看到因神秘的模样。村长他们还在睡觉吗？他现在可能都起床了。他因底下咧互相在聊天，要等待那个要出来吃晚餐了。几点的时阵？大概是下午6点半左右。它就会出来的，就会成群这样飞出来，会出来觅食。甲住伫洞穴的密保无共款，这款密保大部分是休伫樟梨科的树仔顶，加上食糖的特性，无被污染的农村社区，变成因上舒适的家园。我们这边没有蚊蚋，不是平白得来的，是它在保护我们。这个高头虎一天可以出2000只蚊蚋哦，所以我家都无蚊啊，很干净啊。它是一种我们很好的伙伴。3月份高头蝠就会从他们的冬眠栖息地慢慢的飞过来，接下来准备孵育。5月份幼蝠就会生出来，到了夏天，四股社区就成了著名的赏蝠地点。蝙蝠大概都住在哪边？住在山洞里面。对啊，那他们会觉得很好奇。我们说，我们这里根本就没有山洞，为什么你们这里会有蝙蝠？那就因为这样会吸引他们过来。那说我们的蝙蝠不是住在家里，也不是住在山洞里面，那是住在哪里？请他们过来看嘛。那这也是吸引游客来的一个部分。逐年拢会来密保变成当地观光特色，因为收密保的季节拢有超过7000人的朝圣。不过2020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一直拖，真个民众听到密保就惊。几个月来，园区甲生态馆冷冷清清，这个港嘛只剩采用小组等密保出售。因为这一次的那个武汉病毒这个部分呢，其实对我们影响还蛮大的，所以基本上，来看蝙蝠的跟来看鸟的都变少了。
头一个落山，树晓中就开始出现一寡蜜蜂开始出动要侦测啊，叫声嘛愈来愈尖。观测员手提计数器一日较无3分钟，天顶拢是小小雾点，蜜蜂飞出去讨食。今日一张树仔顶就将近200只的蜜蜂。这款蜜蜂的性命是坚毅过脆弱，环境过度的开发，蜜蜂的生存受到威胁。采访一天，都发现树仔骹有一只死去蜜蜂，导览员赶紧脱线处理，准备送验。打死无偌久哦，这哦，这死无偌久。什么原因？到时候拿给老师去做。去化验。不好意思，这边有蝙蝠样本。样本为家己送入新北市淡水实验室，准备要解剖分析。这是农业会家庭卫生试验所全国上悬的兽医试验研究机构，2008年就开始做野生蜜蜂的感情。我们萃取了蝙蝠的脑组织、蝙蝠的唾液腺以及蝙蝠的口室样本，那我们进行核酸萃取。初期干来针对蜜蜂的小狗症的检测，2016年确定到冠状病毒，目前超过500件蜜蜂检体中并无发现致命性的冠状病毒。目前我们就是监测到4种丽莎病毒，以及大概22种的冠状病毒。台湾监测到冠状病毒跟 SARS、MERS 的亲缘关系都非常远。COVID-19 其实它就是第2型的 SARS， 所以其实跟 SARS 很远，当然跟 COVID-19 也是亲缘关系是比较远。蝙蝠本身它因为它个体本身特殊的一些体质，所以可以让很多病毒它可以在它的体内，但是它不会发病，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它是病毒的宿主。但是绝大部分的病毒其实对人类啊，对生物其实是无害的。蜜蜂被称为病毒之王，研究统计，一只蜜蜂身上有100多种病毒，也过特殊的体质，可以百毒不侵。本身它的身体可以耐到将近40度的高温，它其实就可以抑制病毒的一些它的繁殖啊什么的。第二个就是说，蝙蝠本身它的 DNA 它的修复的能力，如果它的体内的细胞被这个病毒破坏了它的体内的这些 DNA 的时候，它可以在很快的情况下把它修补回来。蜜蜂被当作是2019新型冠状病毒头号嫌疑犯，不过并不是台湾现有的37种蜜蜂，而且除非被咬到是家受伤，也若无人畜传染几率并无悬。啊，既然假是安尼，人类甲蜜蜂敢讲无法度和平共处？其实，在城市里也可以近距离观察到蝙蝠。这里是台北市的信义区，你想象得到吗？这里有一个蝙蝠洞，而这里的蝙蝠到了5、6月的时候，可以群聚到40、50只。你看的蜜蜂拢吊伫洞内，台北市蜜蜂洞就稳种伫闹区边的山林。采访小组伫台北市蜜蜂保育学会研究员徐昭良的带队之下，做防护措施，探索更加侪蜜蜂的洞。那你看这个绿色碎片，都是它的那个吃剩的金龟子的壳，这以前叫夜明砂，因为它是绿色的，一颗一颗的。体型较无5公分，若无详细找，真难发现因的身影。佮行较深的要一阵蛙做伙，因是台湾的特有种，台湾小地蝙蝠，前来觅伫中国海拔的洞内面。调查统计，全台湾蜜蜂栖息所在至少有107位，而且无发现的洞可能会更加侪。这一次因为新冠病毒的研究里面，就是在中国那边指向是这种蹄皮蝠科的病毒，所以我们这次也开始在针对这种蹄皮蝠科的蝙蝠，然后特别是在市区附近的开始进行一些检测。那我们之前有送一些样本检测，那检测结果是安全的，对人的健康没有疑虑。蜜蜂休的所在真多远，毋若伫野外、山内、甲海边，其实咱甲蜜蜂的距离比你我所想的更较近。老师，那这是什么声音？哦，这个蝙蝠在发超音波。那刚好听到一个很急促、很紧的声音的时候，那就是蝙蝠在锁定飞行中的一只昆虫，它会发出很密集的超音波去锁定那个昆虫的位置。啊，因为毕竟在3度空间里面要抓到一只虫子，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摕超音波侦测器找蜜蜂，这是台北市的青年公园，其实嘛是蜜蜂聚集的老所在。只是伫空中伫飞的这个身影，时常被误认为是鸟仔。你知道青年公园里面有蝙蝠？
不知道。其实就在旁边呢。你刚刚你有没有看到有小小的在飞？那个有没有？那个在飞的哦，它就是蝙蝠。是哦。那你会不会害怕？还好，就是觉得很新奇。青年公园有蝙蝠的？没有嘞，我住这里的嘞，没有嘞。你都不知道有？我不知道。它一直以来都有很多在这边了。是啊，我常常来，没有什么注意到啊。就算主题区嘛，时常会使看到蜜蜂，像讲伫树洞、树皮闭起的所在，甚至是冷气机，也是年纪旁拢可能有蜜蜂伫休。近年来，人类身在福中不知福，却嘛是相安无事。野生动物本身就会带有一些病毒，那这些病毒怎么来到人类的社会里面去，一定是有一些原因。其实这原罪不能怪蝙蝠，其实可能还是要怪到人去做这样的事情。那如果我们说真的，我们今天不去吃野味，那其实你就安全很多。那在国外，特别是在热带地区、东南亚的地方，我们很多的像经济作物，其实都要靠蝙蝠传花授的。我们人类可以从它身上获得到的益处，其实反而更多。从蝙蝠的身上找到的一个基因，那刚好这个基因又有一种可以去抑制它的一个物质，他认为这个物质未来就是有可能来解决新冠肺炎病毒的一个未来的药物，一个新的方向。几十万年来，人类甲蜜蜂高度共处，却因为新的传染病，无人对蜜蜂会惊。不过，咱应该深思的是，这疾病流行，敢是来自人类无重视大自然，甲无尊重动物所造成的？其实，只要会晓甲多元的生态共生共存，放下偏见，加上专业的疫病检测，无得靠蜜蜂对身体边是福，不是福。